细汉槟榔吼，拢阿嬷甲阿公吼吹薄薄的煎完食。安尼哦，啊有影无？有，有影。你细汉嘛食哦，你几岁开始食的？囡仔，即摆无食啦，读册就无食，读册就无食。你改了，我一改了后，你睇这是寒啊，啊，这我买当食。寒是爱晒过，就是这。晒干的。哦，对，伊介绍了。拍个单啊，对，啊，这会当放较久啦。啊，放较久，伊这嘛这样高花。像加波来剥几条看来没？啊来啊！咱先补钱啊，好不？先补钱啊，好不？来，给你配 MC 啦。哦，这哦，这做啊，这里放伫手安尼吼，那个气势就出来有无？来，加来，安尼来，安尼。安尼加的吼，放姜哦，环保下来，有加来。剥了就。哎呀，那样。哦，对，安尼。哦，伊遐内底苦呢。啊，这个剥落你。无，咱内底籽会用掉呢。吃槟榔就是不要考虑到形象。对啊。来，哦，继续来啊，继续来啊，会记哦，正确的。安尼包药啊你。哦，对哦，你这个恒春姑娘啊，就是安尼。金牙砂。对哦，好来。安尼，安尼。啊有的是安怎你敢知拢安尼？哦，有啊，一包哦，唔啊，来，哇，一包呢，标准诶。小时候的味道。香的。